好，今仔日来读1656年6月28吼，咱今仔日会当开读到7月去啊吼。1656年热天吼，6月28拜三，根据领航员的报告，台湾港岛今仔日海水退流的时阵，水深高潮，迄只大胖船 VAS 号的桅杆提到陆上起来，重新来甲伊修理好势啦吼。领港船对快艇阿内姆顿号增荷再来入港了后，真紧来甲伊落好，互即只领港船伫个要暗会当搁再一次出港。要是相像的天气甲风，今仔日有3只胖船出港去西南沿海做50个打补，再去11800斤糖水、870斤咸鱼、828斤鹿仔肉、185斤虾仔、800斤福尔摩沙的丁、500捆巴达比亚的丁、140担胡椒。也有2只胖船出航去平湖做60个打补，再去3050斤的糖水、870罐的山酒、17罐的烧酒、6篮的油豆饼甲40袋油豆。另外有1只胖船出航前往福尔摩沙的南方，做8个打补无载荷。3队呢有10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221个查甫甲33个查某，再来下列的物件：5600两日本的银锭、8锭黄金、79个铁的饭碗、52包西南的薰草、481罐山酒、47担的盐、180斤油、7捆的粗纸、3000袋遐3箱线、200领草草、126袋米、25袋棒、3支条啊、70包面布、6篮地米、72袋麦啊、1袋茴香、7个糖膜啦吼，糖膜，其实我嘛毋知糖膜是创啥吼，快甘蔗用的啦吼，快甘蔗你做糖的吼，你有啦吼。10支油纸线甲2担婆。即寡胖船当中有几只来自厦门的，你讲因航离厦门港的时阵，捌看见一只对江南来的胖船吼，一只是对暹罗来的胖船，以及2只对马尼拉来的胖船。因对迄寡自马尼拉转来的人遐约略知影讲，有一只西班牙的大船对墨西哥的阿瓜布国载运大量的银来。阿瓜布控在什么所在吼？因为遭遇暴风雨，我看即嘛知着即个所在无？墨西哥阿瓜布国，美西哥，哟，真正有呢。阿布口阿卡，基本就是阿卡布口了吼。日字是写 AQUAPULCO， 还有这基本知就是 ACAPULCO，Q 变 C 啊，但是伫个西班牙语2个应该是拢读做科啦吼。阿卡布口。墨西哥阿卡布国伫个遮，伊要哪讲呢？好，我哩就是南部啦吼，伫个墨西哥南部，载运来吼，因为遭遇的暴风雨，伫个大港遇难，大港毋知啥物所在吼？会对注脚大港写是菲律宾鲁爽的阿巴里港。阿巴里鲁爽的阿巴里港，
巴里，菲律宾。即嘛叫做 APARRI，I 这只是写大杠，像即嘛 APARI 吼，应该是就是这个所在啦吼。阿巴里，但是阿巴里，伊为什么无这个杠？哦，伫遮啦哈，即嘛阿巴里。伫咧鲁爽的这个上北边遮吼，所以就是正近我台湾啦。讲军事，其实搁一层仔落来讲，其实菲律宾算合台湾，其实是足近的吼，邻国啦吼。我看偌近呢，安尼是20英里。阿巴里。253英里，差不多是380公里。哦，就是台湾上南边和菲律宾岛歹算啦吼，本土即个卢松岛差不多380公里安尼啦吼，780公里，是比西那较远一chút啦，都一样吼。OK， 好，阿巴里大港吼，讲即个对厦门来的人讲啦，讲因听讲一只西班牙大船对阿瓜布古载大量的银来，因为遭有暴风伫阿巴里牛栏吼所在全部货物拢沉落去海里。又搁讲马尼拉的总督派人去大官国姓爷请求，允准伊的篷船搁再去马尼拉通商交易，承诺讲会互去遐的生意人得到更较好的待遇，因此一担麦仔总算伫个马尼拉会当卖到25里尔咯。另外有2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坐29个人载来20罐海螺18只牛10道豆仔。6月29拜四。等下吼，我有想到一项代志来，这读6月29之前，我来share一个啊。我即礼拜看了一寡物件，来甲各位小解一下。我要安怎看呢？歹，我敢若无加伫，我是加伫另外一只电脑顶头。对，毋是即只电脑，即只电脑无。我看卖安尼，我要安怎看呢？我看卖我若我用我即只，我用手机啊，看找有无吼？手机啊，bookmark other bookmark Formosa 台湾树。history， 毋是这 Formosa de House， 这手机啊嘛是看袂到，爱用另外一只电脑。好，来，我甲另外一只电脑开机起来。紧紧啊，稍等下吼。
しょ。ちまってなお開きしきんけんな。哦，你妈怕了。网页甲开起来 ，browser 先甲开起来。browser 开起来 ，bookmark， all bookmark。Formosa 台湾树，OK， 所以这只嘛有咧，OK， 所以我手机这就是台湾树。我是想要小改一个网站，迄个网站伫倒位呢？为什么我即马无看？Formosa， 看了。海外资料看台湾，好来，我来 Google 这个，海外。海外GOA 7条树 SU 第2条了 LIAU 第7条看 KHOANN 第3条台 TAIOAN。好，来，这绝对是摕公家钱来设的一个网站啦吼，海外资料看台湾吼，其中有几啊本纸啦吼，几啊本，就是一寡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台湾的历史啦，吼，比如讲伊来台湾的游记啦，吼，或者是伊所研究的台湾的历史，安尼。福尔摩沙岛史这本我有买，这本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学者去日本，是日本该聘请去日本遐教历史，去研究历史吼。OK， 一堆啦吼。李修宣导书信集对日本各地图看台湾报告书内底吼，才有几啊本纸啊吼，其中有一本是李先迪台湾纪行中文版，我决定啊吼。我你若是日市读煞，我就拍算要来读这本吼。本来之前有讲要读迄个，我用
心灵的成长迄方面的字吼，但是迄是英文的，爱搁翻做台语吼，我无啥把握吼。啊，即本的是李先伫台湾记行吼，当然伫台湾你会当买着纸本啦吼，啊，对我来讲是较方便，就是我伫遮就会当看着电子纸啊吼。安怎看吼？啊，我有小，我即礼拜看了。发现即个网站啦吼，啊，我其中即本书我留啊小可很贵啊吼，发现即本书实在是袂歹，内底资料足精彩、足丰富吼，啊，所以咱再到人家写日看了，咱再来看李先伫台湾记行吼，伊是敢若是伫咧清朝的时阵去台湾，伊是含啥物含迄碧麒麟啦吼，碧麒麟就是。rover 吼，罗梅号吼，罗梅号迄只船，就是迄个啥，迄个啥物事件？牡丹社事件吼，牡丹社事件，伊就是去李先迪应该是带兵去攻打台湾，啊是安怎我毋知啦吼，反正伊有参与啦吼，所以这时代就是迄当阵吼，迄当阵就日本来进前嘛吼。当然，这项代志后来，好这以后再讲吼。啊，内底拢看有3册吼，来看伊目录。来看目录，第一册总会故，第二册第一册总会故，第二归人港甲附近的地区，第三对归人到淡水经由热喷泉。第四对归人港行陆路到淡水，第五探访望楼，第六区古之行，这是读做古哟，苟且这个苟且，这个苟，枸杞嘛，哎呦，竟然无这字，那可能。真正无呢，今年顶竟然无收这字。书店嘛无收，啊，出台语敢有？好，竟然无吼，吼，这个苟且这个吼，苦果之行吼，苦果之毋知是啥物人吼。过来第七是对淡水到大甲吼，因为这行过的所在吼。过来是鹿港，第八是鹿港厅由北到南，第九是大凤厅台湾府安平，第十篇是内门啊内门吼，山山林甲六区李溪国道社甲打到东边的地带。第11篇是打到甲邦寮间的乡间，以及荷兰人占领时期原住民习俗的详述，其中有多一寡习俗较当游玩盛行伫个土著之间哟，土著啦吼。第12篇大风景的面积甲人口，第13篇台湾府志中所列的福尔摩沙的实物、树木、花、动物等等的目录。14篇荷兰人被希腊人赶走了后的福尔摩沙岛。17世纪高山原住民伫荷兰人甲希腊人统治之下详尽比较。第15篇对邦寮甲五兰湾的乡土，啊，这个罗发号rover 号的这个船员被谋害，英国甲美国去讨伐福尔摩沙南部的原住民部落。哦，后壁佫有无？哦，佫足侪啦吼。后壁即我著歹读啊，就是去攻打甲碧麒麟啥物，啊，佫啥含即个斗鸡毒定药吼，所以即写个就详细就是即一寡吼，即部分吼。好，啊，
毋是干那遐啦吼，伊内底就是内底即个资料足详细吼，详细靠迄个翻译的人吼，其实要翻译这毋是遮简单的代志吼，伊是爱规个爱一组人啊，用足侪钱，足侪爱经费嘛，爱请人嘛吼，啊，而且整理内底足侪啥物，伊是无，伊内底有应该无相片啦，但是敢若就是足侪图就对啦吼。所以这本书袂歹吼，你若有兴趣，你再去书店去找出来吼。李显迪的台湾记性吼啊，我以后再来读这本。好，转来就来聊啥日子遮。6月29号拜四，今仔日对停靠伫湛桥的大鹏船 Roadbus 号落下一批的船，落下一批的盐啦吼。我这么咧关金电脑吼，稍等下。shut down。毋知各位有兴趣读无啦？啊，不管各位有兴趣无兴趣吼，我有兴趣啦，我会读啦吼。有兴趣再来听，无兴趣出你莫来了紧。6月29拜四吼，今仔日落对即只大鹏船落的巴士号落一批盐。昨出港的迄只领工船，今仔日载着货物转来厝地岸边，再去避风对东方车来，下晡落一阵雨吼，落一阵骤雨吼，就是真紧的雨啦吼。今仔日有一破雨吼，这应该安尼讲，伫台语若讲一破雨就是骤雨。台语是无骤雨即种讲法啦，就是一破雨，一破雨啥物，就是倒啊，一阵仔安尼尔吼。好，来查一下看有即个书无吼。我看爱用破 ，PHOA 可能是 H 哦。破吼，来有收吼，就是活泼活泼即个破啦吼，但是这直接是读破吼。甲水三个规则，第一个是甲水顶顶吼挥洒吼，就是泼水嘛，叫做破吼，大概叫做破水吼，泼水大概叫破水，互人破屎吼，就是人破屎嘛，恁加讲啦，知影吼，水破落地难得收吼。这是破，第二个是硬顶顶破入来吼，所以就硬破入来吼，雨破入去厝内吼，拢会使。第三就是雨顶顶的一阵吼，所以一阵雨就是雨落一破落一破雨吼。OK， 所以这字会晓用吼，这是足好的台语内底一个足好的量词，用来形容一阵雨啦吼。叫做一破雨吼。今仔日有7只篷船对厝地出航去西南沿海，坐220个大埔载去下日的货物，19397斤鹿仔肉，19457斤咸鱼，1529斤蚵仔，2068斤虾仔，34050斤糖水，2600斤福尔摩沙的丁，211斤鹿仔脚，739担胡椒，42担苏木。12篮的蟹粉，23担鹿骨，30袋的油豆，甲5罐西南的烧酒。3对后7只篷船对于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33个大埔，甲70个富人人载来279个铁做饭锅，4000袋虾仁，220袋米，74袋麦仔，78包面包，170领草椒，19李仔，40支茶条，24支条啊，2篮线，2担盐，9罐山酒，271包西南薰草，60斤油，30支油纸线，200袋切，一担茴香以及其他无价值的杂碎。夜间落一破雨。OK。所以芭比，你有兴趣读无？
毋是啊，你有兴趣听我读迄个李先迪的台湾记号哈？我听我好，到时阵再斗阵来学即个迄当阵的台湾史，其实无讲介久啦，离即嘛毋是讲介久，无像即荷兰400年吼，迄是足久啊吼。好，来，咱继续看了7月初1吼，热天到吼，要歇热啊吼。7月初1拜六，今仔日阮收到派驻伫即附近的外哨寄来书面报告，讲情况良好，天气真热。美方对西方车内有一只庞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5个人，载去1900斤鹿仔肉、3500罐山酒、879斤咸鱼、112斤虾啊，70担胡椒、200斤巴达米亚的丁甲5道豆啊，然后一只庞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7个查甫，载去10000个200斤的糖水。但是即个网站吼，一个歹处，伊吼伊个，就我不要讲啦吼，就是即种做法吼，我感觉毋是介好用啦吼。像即个咱即摆咧读的即日子吼，伊就是伊这字，甚至你会当copy落来吼，这是要安怎讲？这是网页，即个网页是要安怎讲呢？我嘛不要讲吼，就是。啊，你会当家己放大，家己放大吼，你要离要偌大就当偌大，会当放水吼，会当调整就对啦，就 flexible 啊，而且这字拢会当，我会当 quote， 会当 copy and paste 吼。啊，伊即个网站吼，即种的网站就毋知说你做啥，就规模你也袂当 copy paste， 啥物拢袂使安尼吼。啊，而且伊即个操作佫无介方便吼，翻页吼，要现页的时阵歹现甲吼，都毋知影即种，毋知啦，即种公家机关做的物件，你就是袂当期待伤做就对啦吼。好，啊，而且有一点啊，我嘛毋知影讲即个网站吼。是毋是会当存偌久？我嘛毋知啦吼。有经费就可能继续，啊若无经费就可能就收起来吼。哦 ，OK， 内底毋是干那即本尔，内底佫有足侪其他本的资料，咱有兴趣再家己去现吼。叫做海外史料看台湾吼，你家己去 Google 就找着。好，来继续。7月初2礼拜日，两只组内新仔人的庞船对厝地装地床用的石头出航，要去交迄只 Conic David 号，但是其中一只伫咧北线尾的海堡附近，煞坐对吼，煞跨沙吼，不过无遭受到损害。要划中岛的时阵，迄只领港船对港外迄寡大船吼，装号来入港。伫个较长港到了后来落雨，今仔日是良好适合航行的天气，透西南风，安歇你敬拜主。7月初3拜1，近来这段时间，西南人对西南沿海载来相当数量的日本运订，这款运订有真侪已经列为商品登记伫阮的小铺呢，但是因无载真侪黄金来，黄金则是会当伫个科罗曼多沿海外陆布料交易的物件，根据对迄边寄来互阮的批，因运订已经完全无法度通继续交易布料了，因为迄边旧年已经了钱吼。如果阮对西南已经收到的，抑个会收到的运订再去遐，以阮伫厝地收支的计算方法吼。1两重的运订会当换69个 Stuvers，69个是一个 Stuver 5 cent 吼，69个 Stuver 是3.45毫吨吼。即种了钱，即种亏损即种亏损吼，将来伫个科罗曼多抑个会更较严重，因此今仔日长官国下和佛罗摩萨议会决议。为着要互生理人暂时停运即种运来，并且要鼓舞因来载黄金来吼。
将个卡罗宣布讲，因迄寡运订含已经伫海关报备的其他无接受。若是即寡运订若是愿意用来交易商品，必须伫即个公布了后2天之内摕来交易公司的校铺呢。其余的银将不得用来交易货物，不过会当用来行销、行债务等等。3队呢要通过大家以后载黄金来，每10两重的黄金，阮将比以早搁加支付5两真银互因。所以现在24卡拉的10两重的黄金，价值是130两真银。卡拉较少的黄金，就按比例来计算大胖船 Root Vars 和今仔日又搁完全装备好，会当出航咯。快艇 Rootland 和落一部分的装箱用箱啊装的这个汤啦放入去迄只领港船，因为台湾港岛水深无够深，载地舱用的石头出港的迄寡胖船当中的一只，今仔日对 David 号载护照转来港内。另外，迄只跨沙的胖船也又搁浮起来咯。游园是好天，微风对西方吹来跨沙，我确定是跨沙嘛跨沙，跨 KHOA 第3条，沙 SOA 第1条。HOA， 无哦，有啥无？跨，这跨有船跨搭是跨搭啦跨搭。跨搭是触礁啦跨搭7月4号礼拜2透早快艇 Rootland 号含迄只领港船起定航行到台湾港岛头前，但是因为无风，今仔日无法度出港。大胖船 Vars 号装运一批箱装的糖甲落泡，要送去交互边队船 Conic David 号载去日本。下晡对西南方吹来清凉的微风。7月初5拜3。透早，快艇 Rootland 号利用陆风伫11尺的水深驶出台湾港岛，去到港外南边停船的所在。该船伫遐要搁装好，然后要尽量较紧做本柜第一帮船，伫上帝保庇之下启程前往日本帝国。大胖船 Vars 号含迄只领港船拢满装着要载去日本的货物，同齐驶出港外去交互快艇 Rootland 号。真热的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有一只小胖船对西南海来到遮。12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载来2000个粗细的小杯仔，50领草笑20稻米，8拿里啊10拿奶鸡。我第一道看到奶鸡，再来奶鸡来一拿西那的话啊。7月初6拜4，昨昏出港的迄只领港船含一只胖船，今仔早起满载着护照来入港，互因尽量较紧落货了后，又搁改动另外一只胖船，装着地舱用的石头甲落泡，伫中昼搁再出港。迄只领港船伫阴暗，就要对遐载荷转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即只船只的装货甲落货进行了真紧，天气也真适合船只的装货甲落货。有微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有一个士兵改动2个原住民，对卑南经由来文社的道路来到遮，是海军下士 Peter Gerrits 派因炸一张6月28号写的批来。批里写讲，伊还无收到伊伫5月29号写来一张批的回批，因此阮相信，阮迄张回批一定伫路上伫路上被延前真久，也可能被留伫遐，因为阮迄张回批今年6月6号就已经对遮寄出去咯，就顶个月啦此外，
批你写讲，迄边一切拢真好。该下士现在无用你收集木料甲竹啊，要来建造一个新的徛家啦，一间厝吼。因为迄间旧的已经倒去。即寡人是专程派来要对此地甲派驻遐的士兵的经常的生活费早去遐。有一只庞船对此地的出航前拢骗讹，坐20个大补，再去600罐三酒、200斤糖水、10桶的烧酒、甲9罐烧酒、8担的葱头。邀一只庞船，小庞船出航去佛罗摩萨南部15个大补，再去30个空的管仔5稻米、1担地麻，暗时啊弹雷。7月7号拜五，大庞船 Voss 和满载着护照入港来即个站桥停靠，有一只小庞船满载护照来入港，迄只领港船又搁驶出港外咯。平静的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有5只庞船出航前拢是来沿海坐64个人，载去5850斤糖水、158斤蚵仔、883担地麻、79担盐。7月8号拜六，早起要用快艇 Rutland 号送去日本的，互Johann Buchholz 阁下的批，伫咧议会里宣读。签名了后，伫秘书处和其他文件同齐封印，由长官阁下交互该快艇的船长。好。该船长随即和长官阁下各时前往港外去坐该快艇。伫咧约下晡2点钟，上述快艇 Rutland 号趁着南门吹来的微风，用帆起定航往日本。所在号码金额总计是13万个361毫吨。号码有糖、萝卜、班格拉的西部啦吼。象牙、水牛角等等的物件。快艇 Rutland 号的主管叫做 Leisman， 深信该快艇将会顺利航行。今年载去日本的商品将会得到真好的利润。大庞船 Voss 号继续落河，迄只领港船又搁载荷来入港。迄天对卑南来到遮的迄个士兵，今仔日要转去卑南，阮搁再写一张简短的批，互伊早去交互派驻迄边的人。就是海军下士 Peter Jarrett， 内容包括命令伊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留意公司伫遐的状况，就像对书信簿会当看到安尼。有一只小庞船出航前拢骗讹，坐20个人，载去100罐三酒甲5罐烧酒，邀2款庞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72个查甫甲7个妇人人，载来下列的物件：570稻米、72包西南薰草、19支油纸线、30袋麦仔、5担钉仔、60袋棒、3支条仔，甲30匹的棉布。7月9号礼拜日，又是好天，微风对西方吹来。透早大庞船 Voss 号装着伤装的糖甲萝卜，迄只领港船装着饮用水吼，去到即个港岛的头前，要再去到迄只 Koenig David 号，还佫有3只庞船载着碲床用的石头，也去到港外，要再去交互即只 Koenig David 号。今仔日安息日，伫此地的教会周圣餐，纪念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神圣的救恩。有2只庞船对骗讹来到遮，坐25个查甫再来下列物件：30袋土豆、30袋豆仔、10袋米甲20罐蚵仔。有一个新仔人名叫做地爷，坐即只姓田啦，伊后壁汉字写讲做田爷吼，姓田爷。坐即只小庞船当中的一只来到遮，伊是被官员国姓爷的书记官，名叫做安伯啊，红兵爷啦吼，红兵爷派遣吼，是红兵爷派即个书记官吼。早一份上述官员的告示，就是官咧讲国姓爷吼，但早一份国姓爷的告示来遮，即个告示是4期12工前，就是1656年6月27号。
就是新仔历法永历10年第2个5月，就是闰5月的6号第6天，并且伫个下门内底打出公报，根据即个新仔人所讲，伊早即个告示来是要互处地新仔人头家甲生理人看，并且要由即寡新仔人甲长官阁下讲，如果长官阁下愿意，也要当要处地来打即张公告。即个告示的内容，根据伫遮逐字翻译的该禁令的荷兰文翻译，写啥？就是即个告示内容呢，根据翻译啦，就那个在此尽阮上大能力所翻译的就是国师爷要禁止伫台湾的交易、通商，或者是禁止对此地载任何的商品去新仔伊管辖下的地区，甲顺服伊的地区，会对是翻译的款斜体字斜体字斜体字。以前阮的旁船到各处交易，一向拢真顺利交易公道。后来阮和王玛利亚的商人经常阮来埋怨讲，因伫遐只敢若被当作是鱼或者是肉咧看待，无互当作人咧看待。早起的好物常常去互因用暴力摕去由因随意付款，经常拢比因进货的成本还佫较低，而且还佫爱听候真久才会付款，互因袂当及时出海航行。伫台湾的荷兰人也是拢安尼，拢无甲我方的人当作人咧看待，而当作摕来吃的鱼甲肉，就像马里拉迄边迄寡人相像。当我听到即寡代志的时阵，我就热血沸腾起来我规人拢激动不已啦伊是啥愤怒不已这就大受气台湾是伫个真瓦近的所在，我相信即种情形将来袂阁再发生。三对即张批写即张批角，以即个郑成功的角度啦国姓的角度来写我相信即种情形，所以我应该能够郑成功即种情形将来袂阁再发生。三队呢，一切拢会处理了真好。我以前捌送一张告示去台湾，是关系到要封锁马尼拉交易的，会对注卡第3。大官阁是一道中文告示的翻译。该告示送到的所在4月打出去，一4月拢准办就敢若有台湾的人毋肯互人打。迄时我想关系无大虽然我对此也袂当完全相信。最近有一只以前对此地，就是对厦门去马尼拉的旁船转来厦门，甲阮讲真实的情形，讲有旁船复数就是有几若只旁船对台湾去马尼拉交易，因哪会当安尼做出我遐尔严格禁止的代志？因为我听到即件事，所以我决定也要封锁台湾的交易。任何一只船或者是一片茶帮，拢将毋准去台湾。但因为我有百姓住伫遐，我无愿意来为难因。而且现在有旁船以及其他船只航行各处，暂时也无法度知影即个决定，所以我允准因伫个今后以后的即100天之内，会当来往航行，袂该禁止。伫个即100天过了后，我将会另外送一道告示过去告示同时劝告恁。爱用现在已经伫个台湾遐，以及伫个即个期间会去遐的旁船，伫个即个期间内，紧将恁的商品甲物件再来厦门遮。共款伫即100天之内，也将会开放互所有的旁船甲其他的船只，载好物前来处地。因会当装船再来处地商品是鹿仔肉、咸鱼。麻仔、土豆甲糖水，但不得
再来对其他所在所砸来其他的商品，若是有任何人在上面顶面所讲的商品以外的物件来取兑，安尼因的旁船以及船顶的物件拢会被没收，而且公船行内的人将无一例外吼，拢会被全部处死。哦，严重吼！为了要严格执行这个决定，我已经伫所有的航线派出检查员去检查所有航内的旁船，并且为了要互这寡检查员认真去检查，也已经答应因，若是有查到载违禁物件的船只，因将有权处理该船甲所有货物的一半。吼，就是鼓励即寡检查员去检查啦吼，托运迄寡违禁物品的带伫处兑的人，或者是行李人，也会被冲纳吼，并且没收因全部的财物。新的立法就是阴历10年第2个5月，就闰5月初6，就是荷兰的立法。1656年6月27号，长官阁下会问新仔人是倒一寡商品因袂当载去，因为伫上述迄个告示里并无标明讲即寡商品的名称，所以呢，对此呢，因回答长官阁下讲，因所想的价，也是因所相信的，是指护照、绿豆裤、毛袍吼，绿豆裤。陈、盐、镲、树木、木香之类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卖的物件吼。此事会安怎演变？上述国姓爷即个告示有何用意？阮也无法度通晓着。不过到时阵就会明白。阮有料讲即事对即个代志对公司将有不利的影响，因为阮已经注意到即个告示已经造成处兑行李人的骚动。即张用中文书写，并且如上述早来处兑告示，就是禁令啦，阮该收起来，保存伫阮的秘书处，并且下令禁止炸即个告示来，迄个人打出即个告示，如果伊也另外有告示啦，违令将处以处罚严罚咯，对此，伊答应遵办。伊讲，迄份告示是伊炸来，唯一一张告示，无其他的咯。哇，这边较长了吼。7月10号拜一，天气甲这几天拢相像。今仔日迄只尔工船又去港外一抓大篷船，WAF号也去了港外。7月11号拜二。天气如同昨昏，微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又搁派3只租用的篷船去迄个科尼克戴维号遐一抓，对遐载护照转来处兑。迄只尔工船也装腾出港。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3个大埔载去13260斤糖，1000斤淡水，923斤蚵仔，584斤龙仔网，415斤咸鱼。550斤沙鱼油，84斤虾啊。7月12号拜三，由于是真热的天气，微风对西南风吹来，夜间就一寡雨，天顶乌阴，听到几声弹雷的声音，热着死呐。今仔日，阮收到政务员约翰尼斯·奥拉里奥先生对摩里摩伦寄来一张数据本9月7号的来批。伊伫批里甲阮讲，距今数日以前就是几工前啦当龙桥地区的居民决定要向历里社发动战争的时阵，将即个决定甲鲁姆即个小村社的人讲即个小村社的人却将即个消息透露互历里社的人。虽然即个鲁姆社是归顺阮的村社，龙桥地区的人为此请求阮允准因，也同齐去攻打即个鲁姆社。3队的鲁姆社人却声明讲，因一直拢被
迫害，必须要甲历史社人所有敌对因的意图。因此，即个乌拉瑞要求阮，互伊有关此事的命令，就像伫即张配当看到更较详细的情形安尼。有一只旁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坐38个查甫甲9个查某人，再来下日好15刀米2包面布3倒豆仔1罐烧酒，7月13拜四。今仔日张官阁下写一张批答复昨昏收到的南区政务员Johannes乌拉里的来批。命令伊讲，伊袂当允准迄寡岛屿的迄寡龙礁的居民去攻打鲁姆社的人，因为显然伊是被逼必须要将敌对历史社的人的消息甲伊讲，所以伊也甲即个鲁姆社的长老调来伊遐。以阮的名义，用严厉的语气指责因所犯的错误，并且爱命令因讲，如果因想要和阮继续维持朋友的关系，以后就毋免袂使搁再犯即个错误，互因以后毋敢搁将即种消息甲历史社人讲，安尼看是毋是会有情况会有改善吼？严格命令即个政务员，伊迄个地区爱提高警觉，特别是爱伊有时啊带领几啊士兵去巡视对伊遐，一直到药港的沿海外哨。便万一官员国是啊忽然来袭吼，就当及时通报，详细内容会当对书信簿仔内底看到。中岛大胖船 Voss 好进来入港就入来港内啦甲比对船 Conic David 号呢所出来货物全部拢增温入来咯有一只胖船出航前拢是来海坐60个人，载去1750斤咸鱼1412斤，蚵仔1300斤，糖水253斤的虾仔70刀，油豆7担6骨甲3篮虾粉。有一只胖船前往偏湖坐15个人，载去300斤糖水甲5罐4篮烧酒。也有一只胖船去即个岛屿的南边坐10个人，载去15担的盐甲7刀米。暗时啊，又搁弹雷4呐，天顶乌扫扫啦7月15。歹势，7月14闹交去。7月14拜五，迄只领港船对快艇阿雷姆伊顿号载荷入来港内，迄只大胖船落河了后，就装上一批伤装的糖甲落泡并前的天气炎热，中昼天气开始变化，透西北风，天顶乌阴要暗仔就改吹东北风，并且落美丽的骤雨美丽的急雨啦夹着真惊人的弹雷声甲死啦，暗时啊又搁变正好天咯。7月15来个2分钟大使。7月15拜六，大胖船 Voss 号含迄只领港船拢装满糖甲落泡了后，就当作出港要载去交互迄只 Conic David 号。迄只大胖船因为无风，需要用舢板拖到港外去，然后离迄只领港船下晡就对阿雷姆伊顿号装货转来港内咯。下晡落寡雨，透东北风。有一只胖船出航前拢是来海，坐9个查甫载去1000个26斤落港，歹势毋是落港落肉。3队有一只小胖船对偏湖来到遮坐10个人，再来150斤牛皮10刀豆仔5刀麦仔一只牛，也有一只本年白相的小胖船对新港来到遮坐18个查甫。1380领落泡，345领水落泡，30担鹿仔肉，35刀豆仔
35道油豆7道挂菜籽，25道馍啊，7个15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7个读到1半吼。明仔载咱再来过来继续。停止串流。